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、15节。以赛亚书14章第1节到第2节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0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感恩。希伯来文中间的感恩甲俄勒这两字呢，基本上是同一个字群。这是真趣味的一个思考，因为一个人伊若真正会晓得感恩的时阵，伊就会来发出一个俄勒的声音。这要哪讲呢？咱举一个例来讲啦像有人安尼讲我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伫迄个困难的中间你及时来帮助我。如果咱用诗篇118篇第10节到14节的经文来回应，圣经咧讲万民来为我靠着耶和华的名，必定甲因造灭。因威胁我，甲我围困。我靠着耶和华的名，必定来造灭因。因好若亲像蜂来围我，也好若刺皮的火，烧刺皮的火，灭互人消灭。我靠着耶和华的名，必定甲因造灭。你杀我，要叫我绊倒，但是耶和华帮助我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诗歌，也正做我的拯救。基督徒所得爱倚靠的是甚物人？毋是人，乃是上帝。也好若亲像大卫所讲的，耶和华是我的气力，我的力量，我的诗歌。也搁伫诗篇121篇甲咱讲，我要举目来望山，我的帮助对叨位来？我的帮助是对造天地的耶和华来。既然咱得到上帝的帮助，咱就必须爱面对上帝的恩典来献上感谢。以赛亚先知记载着上帝的应允，要互遐个首领伫外国的以色列人来归回因的故乡。迄是因为上帝的慈爱，并毋是因为以色列人因做了甲偌好。那是因为上帝真正疼咱，互离开伊道路的咱，会通搁再一次来倒转来到伫伊的怀抱内底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：上主要怜悯伊的子民以色列，搁一摆竞选雅各，甲因安放伫因家己的乡土。有真侪踮伫因中间的外族的人，会甲因联合，归属雅各的后代。有真侪国家会协助因倒转去因的祖国。以色列家会伫上主的地得到外族做男女的仆人甲女婢。以前掠因担变做因的奴隶，过去管辖因的，当要受因的管辖。咱看见这是先知来传讲上帝的应允，不但上帝应允要互受领以色列人来归回，佮较要找派济其他的国家来协助因来归回因的祖国。安尼应允发生伫旧约的时代，因归回。不但安尼，嘛搁较伫发生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
以色列的复国。以色列的复国正式伫1947年伫这个联合国大会中间议决通过。伫1948年的5月14号就开始了成立这个复国的运作。安尼的历史的记载来看，以色列人真正需要好好来献上感谢俄罗斯，并归荣光给上帝。有真济的代志是真值得咱献上感谢的。圣经甲咱讲，凡事感谢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5节到18节，恁着爱谨慎，无论什么人，拢袂通以恶报恶，或者是彼此相款待。或者是太正人，常常要爱追求良善，得爱常常喜乐，不住来祈祷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是伫上帝伫基督耶稣里恁所定的旨意。保罗的教导，凡事感谢，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里所爱咱所定的旨意啦吼，就是讲献上感谢这项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不但是非常重要，是必要的吼，是必要的。咱伫上帝予咱的命令中间，保罗佮甲腓立比教会的所写的批信也安尼提到，伊讲我伫主的内面非常欢喜，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了后，恁对我的关心又搁不远来开花。其实恁有伫互我关心。甲我关心，不过是无机会通表示那点。毋过讲我无够用，因为我已经会晓得，无论伫什么款的境遇，拢知足。我知安怎来过善请的生活，嘛知安怎过富裕的生活，是伫饱，还是伫枵？是伫有剩，还是有欠缺？我已经得到秘诀，就是无论什么款的时阵、什么款的所在，我拢知足。我可想示我快乐的基督，我有快乐通克服逐款的境遇。毋过恁有分担我的困难，安尼实在真好。恁菲律宾人家己嘛拢知，伫我传福音的初期，我离开马其顿的时阵，只有恁的教会有分担我的生活费用。我伫主的生命内底有极大的喜乐。这是伊保罗所表达对腓立比教会基督徒因的支持甲帮赞。对心底的一个感谢，特别是当伊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保罗心存感恩，这也无管伊教导，着爱凡事感恩。听过一位人讲提醒厝里的人在讲，着爱为着家己所得到的福分、上帝的保守来献上感谢。并且伊假使因袂通凊彩随便，着爱应该有准备对心底来献上感谢。这就是咱伫圣经所领受迄个感恩的奉献。
除了咱咧讲的月顶奉献啊，讲11奉献以外，侪人毋知影奉献的精神，常常掠做讲我会当自由决定即要奉献伫倒位吼。事实上，奉献是一个基督徒的委身的表现啦。听做一间教会的会友，就必须爱来执行月顶奉献，或者是11奉献。拄着特别感恩的事，无论是喜事、生日，或者是其他值得感恩的事，甚至好那亲像伫即个拄着丧葬的礼仪，得到教会节节的关心帮赞，嘛会通亲像保罗共款，心存感恩，献上感谢。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底所定的旨意，敢毋是？诗篇17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听公道的诉求，留心听我的祈祷。我无用奸诈嘴唇祈祷，求你按耳孔来听，求你用目睭看出是非，求你判我无罪。你有考验我的心，连迷事嘛监察我。你用火团炼我，无找到什么款的歹。我立志无互我的喙有过失。我遵趁你所讲的话，无亲像别人的行做。我谨慎无行强迫的人的路。我的脚一直行你的路，毋捌骗你。上帝啊，我求叫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听，用正手救我靠你的人脱离因的对敌。15节，若是我会赶见你的面，因为我的行为正直。我困醒的时，你的临在会互我满足。感谢上帝赏赐恩典，互阮会通得到福气，会通蒙你的好调，正做主你的仆人。感谢上帝赏赐天使、卫士伫阮的周围，求主也帮助阮保持感恩的心，欢喜来献上感恩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